香港國際茶展。咁呢個展覽呢，就係我哋同茶文化國際交流協會中茶協咧合辦嘅。咁嚟緊呢已經係第3屆㗎啦，310間公司參加。咁佢哋嚟自呢係12個國家同地區嘅。咁佢哋分別係嚟自中國內地啊、印度啊、斯里蘭卡啊，全部都係產茶嘅大國嚟嘅。喺展覽裏面有咩特色啊？如果你問我，咁我覺得好特色嘅一樣嘢呢，就係一啲珍貴嘅普洱茶餅。咁係由一棵好老嘅樹啊，3200年嘅老樹嗰度採出嚟嘅。咁呢個茶餅啊，真係價值連城。咁係12萬一個餅嘅。咁啊，大家記住去品嚐下啦嚇。咁同埋呢，我哋喺個展覽裏面呢，有中國茶工藝坊工作坊啦嚇。咁我哋好請到一位茶藝大師啊，葉榮之先生啦，為我哋嘅市民咧介紹點樣泡好茶嘅。咁正話我有提過金茶王大賽啦，已經走出香港。咁今年呢，有中國內地、加拿大同埋澳洲嘅師傅咧嚟到我哋香港，同我哋香港較量嘅嚇。茶展就3日嘅啫，11號到13號。頭2日咧，亦都係開俾貿易人士係談生意嘅，係貿易洽談嘅談生意嘅。咁最後1日當然大家嚟自世界各地12個國家310個茶商咧，其實都想益下大家，亦都想希望消費者有機會享受下啲名茶。咁所以呢，就佢哋喺最後1日，即係星期6嗰日咧，亦都係開俾公眾嘅。但係頭2日茶展咧就開俾業內人士嘅啫。